一个小学生，互老师起骹动手，学校煞干那甲老师记新界尔，教育局已经要求重新调查。美国进口车免关税，冲击咱国内产业，咱敢要修订海关进口的规则，真做是立法院公听会的焦点。伊朗警告要攻击美国的科技公司，西方盟友唔愿斗保护荷姆兹海峡。川普讲，若准备石油，就家己想办法去学。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7日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即摆又搁传出不当管教的事件，这回是高雄凤山一间国小资源班的囡仔，风声一个姓黄的老师呢，是对学生起骹动手，互人大腿乌青，而且这款行为其实自2天前就已经开始，也毋过学校呢，煞干那对这个老师记新界尔。市长陈其迈是表示讲，教育局已经退回学校的报告，要求重新调查。相片内底查甫囡仔正脚大腿顶管骨了大乌青，是去年10月底去互资源班一个姓黄的老师起脚动手造成的。当事家长讲，伊的囡仔读高雄凤山这间国小资源班6年啊，虽然老师事后承认情绪失控，对囡仔动手冇会失礼，不过囡仔煞搁讲出，老师自2年前就开始对伊大细声，不时起脚动手。还有拍头啊、打背啊、拿那个板子丢嘛。他没有证据啊，他不敢讲啊。他是个特教生，也就是说，他某方面应该我们大家要给予他有更多的爱跟包容，尽能力的来协助这位学生。怎么会是这种处理的方式呢？家长反映学校调查了后，说干那甲老师记新界，事后来代课老师唔但无特教的资格认证，佮甲囡仔讲，明明是家己弄的，哪会赖互老师？因为第一摆调查报告和教育局提回来，这回第2摆送佮共款记新界尔，家长不满向议员订正。对此，当事校长表示，一切拢有按照定数来处理，冇密切关心学生的状况。针对代课老师无特教认证资格，校长讲这是不得已的做法。有资格的老师他不愿意接，那不愿意接的状况之下，我们如果强迫他接，那孩子在他的教室里面，我相信也不容易得到好的学习。希望教育局能够有第三方的一个调查委员来介入，那让整件事情能够尽快。那如果是不适任教师，就请他离开这个校园。教育局已经退回第2届报告，爱学校重新调查。针对7月伫记者会顶悬，家长阁逼出有其他囡仔嘛受害。学校表示，因伫咧调查过程中，委员拢有去问过囡仔，目前并无发现有类似的情形。记者郭家祖、柯超阳、高阳昌报道。再来看这有影是真罕过，这是新竹市呢，昨半暝半竟然有人伫咧市区的路林咧踢骹球，这民众是发现讲有人甲车路当作是运动场，这尔危险的行为实在是不可取。也那警方是表示讲会照道交条例来甲处罚。3更半暝竟然有人咧踢骹球，速度阁愈来愈紧，而且地点阁伫车路，有影片显示，新竹市拜二暗伫市区中正路，有人甲街路当作运动场，伫车路踢骹球，实在有够离谱。这边晚上平时路灯就没有很多，然后就会比较暗，而且它要从巷子到大马路，其实就很危险。很危险，如果就是他不小心踢到路中间，如果有车子或摩托车刚好经过碾到，就会造成那个。可能骑机车的人摔倒。民众讲真危险，警方表示会按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来开罚单，或呼吁民众运动应该去运动场。民众于道路上踢足球等行为，虽尚未构成阻碍交通，但如足球滚至路中或阻碍行人及车辆通行，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自单举发。警方呼吁民众，运动应至适当场所，不可任意在道路上进行，以确保个人及用路人安全。警方指出，在车路踢骹球，唔但家己危险，无说哩，可会造成车辆发生意外，害人害己。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台铁的新乌日站呢，在铁基路边有一搭外包的清洁公司的回收场，昨煞熊熊倒火烧，害这边啊捷运的警报是安尼等袂停，加在是无造成人员的伤亡。后来这环保局来调查呢，确定是台铁无管理好势，所以已经开罚单，也限期1礼拜内就要拼好清气。过世正美乌恩地站，庆祝国仔看开始真惊人。代替新乌日站31早起11点半左右，铁基路区边的回收场发生大火。火灾发生中，请勿搭乘电梯。
乌因青口隔壁中职外台触发警报，高铁外台能见度也受影响。现场人讲，火灾现场爆炸声音代替部分旅客受影响。清洁人员他第一时间发现的时候，他就在那边叫了，我就在对面运动啊，我跑过去，哇，那个烟很大。就是火灾而已。他说赶时间的人先下车坐另外车。新乌一站是代替二顶站，甲高铁中捷将做中台湾唯一的3铁强固车站。进出旅客数量伫高铁是排第2，中捷是第1。台中市消防局出动6车15人去拍火，火球场有大量纸箱啊等废弃物，烧差不多20平方公尺。我们到的时候已经不是一个位置在烧。它有好几个位置在烧，火势已经有稍微在扩大一点。因为会场换铁骑路区代替为11:46分，关台中到成功东正线用西正线单线双向通行，火势拍发了伫12:46分恢复全线运转，影响16日出版分287分。我们就是要去未来就是要找一个合一的地方提供给他去放。我们统计之后看看损失多大，然后我们再来求偿。代替公司表示，导火点是新乌一站提供给外包清洁公司的回收场占地区，导火原因要搁调查，后续检讨三走地点，搁针对营运损失向业者求偿。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的内亚大楼呢，已经趴远要20栋的时间啊，因为这厝体结构是真固，所以有安全的疑虑。即马工务局是决定要甲拆掉。今仔日伫施工进前有先办这记号的发会，有计伫年底就全部拢甲拆了了。也毋过这争主委呢是真受气，讲这台南市府无够人参详。其实这7楼以下呢，要是会当使用，未来若准备拆掉，安尼伊就会出面来抗议。特殊手提清香和工程人员虔诚拜拜，为台南中西区的内亚大楼的拆除工程祈求平安。这栋红日子危险建筑的指标大楼，才正式展开拆除作业，按算设计几句的入来。不过，前大楼主委出面骗秀市府，无经过参详，嘛无调回说明会，就硬要拆。伊个主张7楼以下有经过鉴定是安全无问题，讲到时若是硬要拆，绝对会出来抗争。你市长讲有做这个动作就拢无的，你要拆偌济就是偌济。这8时间袂分开，但我的部分就爱交800几万啦。一生的业绩拢是在险，我厝好好你挑，我都搁赔你800几万。世间敢有这个道理？附近的店家嘛有牵连到，一方面因烦恼大楼结构安全性，惊工程若做落去会拖几个月，生意会受影响。今有当时地震或者是台风的时候，会有一种掉落物啊，很无奈的。不会说啊。所以我那反正讲影响到生意就对啦。那一定是会吧。这栋大楼长期欠管理，有地下室积水引起天高级的记录，外墙进前嘛捌态度落来。去年地震嘛，互土木技师工会鉴定，结果出现严重的钢筋损害。台南市工务局讲，工程分2阶段，7月先针对12楼至7楼进行室内拆除，落尾下面会出动怪手，兼配合交通管制，目标赶伫年底进行完工。剩下的东西如果他们没有移走，我们到时候还是会清除掉。其实我们这个在法院上已经有攻防过了，我们要请那个到时候要真的要开始做拆除的时候，我们还会再通知他们。工务局强调，考量公共安全，已经完成招标甲必要天数。因为厝的所有权人无愿意家己处理，目前估算4500万的拆除费用由政府承出，后续会依法向所有权人讨这笔。那这栋以前因为地震造成大家惊吓，尾仔也是爱面对拆掉的命运。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再来看台中的关会中心呢，对去年底开始就直拢有欠会情形。目前这 O 型甲 A 型的会呢，拢无到1礼拜的安全库存量。伫中华是有业者来举办一个关会送乌鱼子的活动，请袂少人来关会。关会车外口有袂少人在排队，拢是要来关会民众。台中会议中心为去年底寒流开始，一直拢有欠会情形，佮加上旧历过年年假长，中部会库的存量到今一直拢无提升到安全的库存量。这回中华有业者举办关会送乌鱼子的活动，要来响应关会。重点是算关会吼，帮助民众安尼。关会是一个最好的活动，会使又可以领赠品，又可以促进新陈代谢。民众要来关会爱付出，咱所以咱用乌鱼子来甲感谢。
民众比手关怀一地，救人一命。台湾血液基金会表示，中部的血库主要供应予台中、彰化、南投、云林等4个县市的病院，一日需要1800地量。但是统计到拜三透早，其中 O 型的血敢若剩4.6公 ，A 型的血6.6公，拢无到7日的安全库存量。可能延续的是去年天气寒冷，然后过年比较多天的一个假期，整个量没有提升起来，这样延续下来，在一个最基本的7天的量还是不足的。台湾血液中心指出，根据气象预报，刷落来可能会落雨，加上清明连假，民众会去陪忙，也是安排佚佗。时到关血人若少，可能会愈欠血。关血中心鼓励符合条件的民众会当定期关血，共同维持医疗用血的稳定。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南投的民间要来起焚化炉，今仔日是来举办理解宽屏会议，有上百个自救会成员甲环保团体呢，伫现场甲警方来起冲突。因是批评这县政府是用突袭的方式连续摆2天的会议，这听说是无正义，所以因会抗争到底。茶米甲金纸是夜甲夜买，民众大声抗议，警方提出2公尺悬的烂十网来保护主席台。争议不断的南投县焚化炉兴建案，初一举行宽屏第2届范围界定会议，现场冲突的气氛真紧张。上百个民间乡反焚化炉自救会成员甲环保团体，这期会议定数有问题，甲维持秩序的警方爆发几啊届的冲突。前立委现任台湾水资源保育联盟理事长陈昭华突破封锁，冲起的主席台，随后警察带走。很遗憾，沦为帮凶，警察既然是伤害人民的帮凶。农民甲民间乡长批评，官府率先伫春茶采收的期间，向连续2天召开范围界定的会议，地点搁选伫南投市，是利用定数暴力来欺负乡民。阮民间是农民，好欺负，还是安怎？阮今日站出来是讲，阮为着阮的生存权，这是非常针对性的。而且你看上一场的会议到这一次的会议，才短不到2个礼拜，你又要连续开2天，我觉得这个根本就是欺负民间人了。南投县环保局强调，民间乡无适合容纳上百人的开会场所，才会选伫南投市妇幼馆开会。连续2天的会议，就是希望和农民有选择时间参与的阿所米，会当充分表达意见。那民众在2天就可以选择1天自己比较有空的时间可以来哈。如果我只定1天，如果那一天有事，他反而没有办法来参加。就算没有来开会，只要各位提的书面意见，我们都会纳入评估。反焚化炉自救会表示，本所处理袂当干那用一个方案，应该甲源头减量资源循环等方向拢纳入去评估。搁提案定选所在，后续因会伫会场外大饼啊过暝，要抗争到底。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地检署今麦当咧办这闪做兵的案件，今仔日是去到台北、新北甲桃园等地，有锁定要10个涉案人，这当中呢包括着艺人王子曲胜义，也互人带回去警察局。看到这个艺人曲胜义呢，是挂喙暗，互人带去警察局。其实包括伊在内呢，有要10个人是互人抓起来，也来查扣这手机啊等等。这检方呢是对去年艺人王大陆迄案去查到有这不法的集团利用假的病历帮助人来闪做兵。目前这邱吉凯、陈碧林等等几60人拢已经互起诉，也那施树玲嘛是因为涉案，互检方加求判2档6个月以上的徒刑。另外，再来看前台北市长郭文定呢，是因为金华城顶案的1审，互人甲判17档。昨昏在台北地院是来正式公布16块影片，这当中包括着1审的言辞辩论，也有宣判迄天现场的画面，这也是司法历史头一个。并执行有期徒刑17年，褫夺公权6年。民众党创党主席、前台北市长郭文定被诉的金华城甲政治献金案，1审重判17档。听到判决结果，伊激一个凊面。当案关键被告台北市议员严夏薇、维京集团主席沈庆景等人，伫审判长宣读主文当下，嘛无情绪反应。判决了后，让5天为言辞辩论到宣判日，检辩庭的对话甲反应拢对外公开。清清白白不能只是廉价的口号，要跟卷内的证据吻合。我们检察官对于在庭的任何一位被告都没有个人的好恶。你实在是不平庸，但是真的很邪恶。来，其实今天谁在破坏回归专业依法行政，
就是你们检察官呢、他本来有个系统在运作的。无论是检方论告，或者是被告答辩，检辩安怎过招，开庭过程全记录，就连庭上的意外插曲嘛拢真实呈现伫网络。台北地院第31做一届甲16期法庭影像传起哩。他说我们调刑事力是政治侦访，明明就是他请我们去调刑事力确认的啊。好，没关系，现在我讲完，好，现在我讲完。我不去做制止，可是大家辩论就是各说各话。一审的事实审创下司法署的头一个公开播送法庭影音，就是因为去年修正通过法院组织法，只要案件牵涉重大公益或者是社会正关注，地院也是高院通用职权或者是当事人申请，才准用适当方式公开播送。不过公布范围是限制伫辩论庭甲宣判迄天。事实的真相不是照检方讲的，也不是像法官讲那样，但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就是说让法庭上的辩论可以让社会知道，既然公开透明嘛，就是让社会来评论。其实民众党原本要求爱伫判决迄日采取即时直播，不过法院认为，若是即时直播审理过程，可能会有隐私、个资或者是敏感资讯的疑虑，所以最后裁定事后播出。判决后才播送这件事情，去减缓他一些当下被播出来没办法去顾及隐私。那这个部分我们是肯定的，还是希望是朝这个看案情如何，而不是说就把这个可能审判过程中的一些东西民营化。到底法庭公布后，敢会当替司法改革带来正面的影响，值得观察。不过专案上诉后，敢会当比照办理公开播送，也是需要二审法庭的裁定同意。记者综合报道。过8个月的时间，就要来举办选举啊！在云林地检署呢，是查到咱国内头一件9合1大选虚拟货币的跋筊案，目前是抓到2个人以上侦办。也毋过因为这网站的 IP 是伫境外，所以会扩大来追查其他的共犯。2026年9合1选举还有8个月，毋过最近北港分局的警察伫网络巡逻的时阵，就发现有人创造成立去中心化预测平台，用年底选举来输赢，下民众落虚拟货币落去底赌。本次查获的赌盘，甚至出现了1赔20的高赔率。那假设我们下注的政党获得最多的席次，成本是0.05元。如果预测成功的话，可以获得20倍的报酬率。警察讲，这网络平台 IP 位置伫境外，因利用区块链的技术，互缴卡透过个人的电子钱包，还有甲美金相搭的稳定币落去底赌，用去中心化无总管设定赔率的方式，嘛采用即时的订单铺的交易机制。经过警察还有云林地检署追查，查到2名缴卡移送法办。卢姓及同姓2名被告以虚拟货币进行下注，这个会构成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以选举作为标的的赌博罪嫌。云林地检署讲，这嘛是今年头一摆用今年底9合1选举来销售虚拟货币的跋筊案。若警察会阁继续追查幕后开搅拌的人到底是倒一个犯罪集团，嘛呼吁民众千万唔好去跋筊加火了，10支钟头啊跋了。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看，这美国跨党派参议员访问团的行程已经结束。在这进前，因是有去拜访这立法院，双方关门讲要1点钟的时间，嘛有讲到咱上届重要的国防预算的问题。即马这朝野立委呢，也放出这风声，讲气氛有影真好。离开台湾进前，一群人做伙对镜头比一个大的赞翕相。美国参议员访问台湾结束，由外交部处长陈明基、甲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郭立坚亲身来送机。访问团即间来台湾，除了是要甲政府高层交流，嘛伫咧离开台湾进前拜会立法院，朝野立委拢有代表出席，进行大约1点钟的关门会议。彼此的共识是很清楚的，就希望大家都可以拿出智慧嘛，总是要在这个民主制度嘛，就是这个各自妥协，找到彼此都不甚满意但可以接受的方案嘛，所以大家就往这个方向来做对焦。至少没有国民党的委员或者是在野党的委员表现出反对的样子，至少在这一次的会谈里面，大家都是蛮积极正向的。
虽然会议过程无对外公开，不过拿这个立委伫会后显示出整体气氛正向。访问团的成员正前也表态支持台湾透过特别预算来提升核警阻挡敌人的力头，包含对美国军购，也有伫台湾在地生产，建立无对等的战力。针对军购案延签交会部分，因也认为美国应该照拼照行，赶紧交出武器。A mix of American systems and Taiwan's own. That deterrence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e can build on to prevent a conflict that would be devastating for the region and for the world. Taiwan has developed an innovation hub focused on drones and missile defense that needs additional resources. 针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去中国，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夏欣认为，双方对话是好代，不过嘛提醒台湾就要为未来做准备。因为5月要举办川普甲习近平会谈，外界咧关注台湾敢会正做谈判考子啊。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孔希恒表示，无应该将川习会当作是无好的代志，美中的关系愈稳定，台湾愈安全。The stronger the relationship i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e more protected Taiwan is. If we have a bad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t is far more likely that China would be aggressive to Taiwan. 访问团来台湾短短2天，行程包含赴宴。了后，就一个专机离开，佮再向外界来展现台美安全合作、佮稳定区域和平的密切谈判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的部分，咱要继续来关心中东的战争。即马在伊朗呢是对外来警告讲，若准彭哥、微软，也是讲在 Google 等大公司有伫中东来设点，安尼拢会真做是因攻击的目标。另外一边，即马针对着西方的朋友呢，唔愿倒出来保护荷姆兹海峡，川普是对这个人讲，以后若准买石油，安尼就家己想办法去学。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拜日发布强硬声明。警告讲，未来若是搁再发生针对伊朗的暗杀行动，会对中东地区包含苹果、微软、Google、辉达、甲特斯拉等美国企业来展开报复性的攻击，显示冲突正在对传统的军事领域扩大到科技甲经济层面。سپاه پاسداران انقلاب اسلامی در بیانیه‌ای با هشدار به هیئت حاکمه آمریکای متجاوز و شرکت‌های جاسوسی وابسته اعلام کرد。声明指出，对德黑兰时间4月1日暗时8点开始，若准伊朗境内搁再发生暗杀的事件，这企业伫区域内底相关设施就会面临互摧毁风险。因为美国总统川普拜日嘛伫咧社群平台顶悬发表强硬言论，批评包含英国、法国在内的盟友伫美军打击伊朗政权的时阵技术参与。川普建议这个国家，第一是甲美国买石油，第二就是提出因的勇气，家己去荷姆兹海峡提油。美国国防部长嘛强调，未来美国敢会遵照北约集体防卫约束，是由川普来决定。And the president's pointing out, you don't have much of an alliance if you have countries that are not willing to stand with you when you need them. He's simply pointing that out, and ultimately it'll be his decision of what that looks like after this is complete. 美国国防部长嘛表示，对伊朗的战争未来几天是决定性的时刻，而且讲伊朗已经开始出现偷走兵的情形，美国对伊朗造成真大的伤害。若准伊朗搁唔愿意来敲切协议，就会继续来攻击。But if Iran is wise, they will cut a deal. President Trump doesn't bluff and he does not back down. You can ask Khamenei about that. 其实，川普政府已经开始感受到国内压力。美国选民上敏感的汽油计数，这礼拜已经起到1加仑爱4块美金的计数，是2022年以来头一间这么悬。若准油价搁继续起悬，对川普甲共和党的其中选举是真不利。天主教教宗良14世嘛呼吁川普甲各国的领袖，要赶紧让战争结束。公益新闻，景元庆编译。另外一场冲突是这俄乌战争，这后面呢有一寡外交首长是去到乌克兰为这基辅布查这个所在400个人屠杀案来表达因的哀悼，而且也强调全心全意来支持乌克兰。即马为着要来追究罗西亚的责任，后面呢嘛拨1000万的欧元成立特别法庭来甲调查。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甲夫人带头，包括德国、波兰、意大利的外长，也个乌克兰的官员，伫咧基辅市郊的布查纪念碑敬献纪念的蜡烛，悼念2022年3月罗西亚军队伫遮犯屠杀的惨案。后面代表表示，虽然即马全世界拢咧关心伊朗的战争，但是嘛莫袂记哩罗西亚对乌克兰做的实力大。In addition to the war that is going on in the Middle East, that we don't let Ukraine slip off the table because this is happening here and now. 当年罗西亚侵略乌克兰，
不查这个所在防占领几个月了后，正做废墟。乌军到位了后，发现真侪尸体，兵民超过400人。当时的影像传出来，外界拢真生气。各国的领导人拢谴责罗西亚的行为，嘛呼吁罗西亚莫阁去占乌克兰。若罗西亚是好人环形，颠倒指控乌克兰伫遐乱摊假消息，为着追究罗西亚的责任。后面拨款1000万欧元成立先遣小组，嘛筹备特别的法庭来弥补国际刑事法院管袂到的问题。目前已经有8个国家同意加入。Зрозуміло, що Сполученим Штатам треба робити різні кроки в внутрішній політиці, в зовнішній. Так, ми дуже надіємось на переговорному треці все ж таки повернути питання в логіку, а не в емоційність Росії. 俄乌停火协议因伊朗的战争即马动点，针对战争地区全球的油价大起，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咧不查峰会顶悬就讲，伊会甲美国总统川普的核心官员，也有北约的秘书长鲁迪召开线顶的会议，参详俄乌双方莫互相攻击能源设施的停火协议，而且会交予美国伫中吹潮。艾嘛讲，除非罗西亚同意莫阁继续拍，无罗西亚拍过来，因一定会拍倒转去。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来看北京呢，有一个查甫人，那就是因为这厝的问题无得申诉，转驶土土机去弄市集，上无有13个人死亡。因为这美国的加州呢，受台货车那就是失控，启动着别台车了后，过来厝落去山坎，是有1个人受伤。一台土土机伫礼拜早起11点外驶真紧入去北京郊外邦山区大汉记村这个市啊，扫落来就随机对打乌白龙，甲布棚含火架拢杀互倒，互现场变甲乱七八糟，还有真侪人轰弄倒伫涂骹。这时阵有民众向土土机来弹塑胶椅啊。还有一个穿红衫的查某人爬起伫车顶，想要来阻挡，一直到土土机去弄着一台轿车，规个吊伫遐无法度向前行。有够生气的民众随着拢冲过去，甲土土机的驾驶拖出来拍。这个事件至少造成13个人无命。警方事后伫土土机顶悬发现90几公分的举报材料，初步研判这个司机可能因为长期申诉无受到重视，才采取极端手段来报复。根据报道，邦山区长期以来拢以有安全的问题、多次更新和拆除违建做理由，逼居民搬走。但是过程中因为有补偿的标准无同款，安置延前等问题，互当地真侪居民拢一直去申诉。大汉记村就是访民上济区域，案发了后10案的50多岁查甫人已经被逮捕。当局烦恼代志扩散，随对天门顶地加强戒备。过来看美国加州克鲁克特市嘛发生冲动的意外，为民顶管这个白色车厢的货柜车，在伫当地山坡车路要挖角的时阵，疑似失控，先弄到路边正边的炮火水头，造成附近的区域淹水。扫落来，搁弄到倒边的3台车，接着搁弄到正边一栋厝的3个围栏，路尾是东海挂伫个野坡，差一点特别冲入去民家厝，过程中造成1个人受伤。What stopped that truck was that ugly pole. If we wouldn't have had that pole there, it would have probably taken off the top floor, and then the fence and all the retaining walls that have to go down like 25 feet into the ground, and then you have the actual fence. He just buckled through it all. 当地居民表示讲，这个路段只是2线道，根本大型车是袂当通行的。案发了后，安怎把这乌白龙的货柜车刷出来，尤其困难。目前警方正深入追查事故的原因。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天气的消息来看，这受到方面的影响，今仔日甲明仔载呢，台湾各地拢有短暂落雨的几率。因为北台湾呢也是凉冷啊凉冷，也毋过中南部也是维持伫27至33度左右。气象署是表示讲，这礼拜有沙坡方面的到位，特别是清明连假期间呢，这雨可能会落较粗。基本上4号这一天的一个降雨情况算是相当的明显，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在台湾各地以及外岛的部分都是容易会有一些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一个情况出现。那特别像是在中部以北地区，可能要留意一下会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随后在5号之后的话，虽然说这个锋面逐渐远离，而且会有下一波的一个锋面逐渐接近的状况之下，在台湾附近一个水气上还是会比较偏多一点点，所以在各地的天气上。天气还是会比较不稳定，而且都是容易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哦。气象署是指出讲，清明连假期间呢，特别是台湾的西部，都要注意这雨呢是落真粗，而且对流是真旺，都要注意这雷公雨，也搁有强阵风。也那后礼拜一呢是连假最后一天，也搁有另外一波方面的报道，天气是无啥稳定，所以提醒民众呢，伫出门之前，都要会记得扎雨伞。
另外来看，即马这欠水的问题呢是犹未解决。伫个苗栗的明德水库，水量已经存无到3成，也那南投日月潭呢，水量是存差不多6成左右。农水署是表示讲，今年顶半年呢，这台南地区农业的用水是无问题，也毋过这欠水要来解决，也是着爱看这波方面这雨水敢有够。苗栗明德水库的水位降一大截，本地应该伫底部的岩壁，即马拢看现。当地店家讲，已经真久无看到这种状况啊。没有水了，没有客人来坐船啊，是不是差很多了？看哪有这几天看见会不会下雨，下雨就这水也很快干，也很快满起来。最近真歹的明德水库的脱水量31已经降到2成7，为着因应严峻的水情，农水署苗栗管理处对4月1开始实施警示停驶的浪hiệu性恶残，会受影响的范围是包括头屋、造桥和后廊。插秧面积以这一期来讲，大概是七成多一点左右，然后现在只剩下少部分的插秧还没有完成，所以说整体那个明德灌区的用水尖峰期基本上已经是接近末声。民生用水我们也有跟自来水公司在协调，它原来抽水是每天2万多，现在也减为1万了。同款嘛，伫苗栗的利溪潭水库脱水量即马嘛是无到3成，南投日月潭有名的高水架雕像，即马已经拢总看现，潭底的土沙拢现出来，工程人员把握时机来清。负责管理的台电表示讲，虽然水情真严峻，但整体脱水量阁会当保持伫6成2左右，而且阁有对母界来的水源发电供水暂时无问题。春耕的期间大量用水已经期间已经过了，我们现在就是量比以往来的少很多了，所以我们现在大概农业灌溉的部分也没有问题。因为台南地区今年因为落雨较少欠水，造成青梅的结果率较低。农水署表示讲，虽然面对水情的考验，但是确保恶产的用水稳定。气象署表示讲，初一开始受到方面的影响，全台湾拢有雨，中部以北的雨势较大。伫未来1礼拜，后面呢是一波接一波。所以未来1周呢，包含明天大概是有3波锋面，不断的影响到台湾。天气上呢变化都比较大，水汽都比较多，所以要特别注意这个未来几天的天气影响。未来1礼拜水汽有希望会来，但是气温受到一波东北季风的影响，气象署嘛提醒讲温度的变化较大，民众都要加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有民间团体开记者会批评这台湾的少子化呢，甲政府这资源控唔到维修有关系。嘛讲这政府补助离校的预算是逐档拢咧增加，对10档前150亿到今已经有1200亿啊。也毋过台湾人呢，这囡仔煞愈生愈少。民间团体是认为讲这相关补助的资源呢，应该着爱对囡仔行。囡仔愈生愈少，有民团惊若是继续落去，未来儿童节可能会无儿童。拜二召开记者会，批评少子化和政府资源控唔到所在有关系。虽然台湾离校预算年年成长，对10年前的150亿预算到现在已经来到1200亿，不过父母也是唔敢生。民团认为现在托育政策对家己带囡仔的家庭无公平，颠倒是送托育中心的家庭补助领较济。25%的家外送托，却拿了68%的国家整体少子化预算。那在真正在家里面自己带孩子的75%的家庭，却只拿了32%的预算。这代表着什么？人多的那一边，政府反而投注的非常少。另外，民团也指出，目前离校总预算占 GDP 2%，无到 OECD 国家的6%，其中的教育占总预算的75%，福利16%，不过健康敢若6%，甚至发展敢若0.6%。民团即期政府把所有的资源拢放伫咧教育资源，不过却无对源头增加家庭的相关预算。从政府自己的收支报告来看，它其实75%还是放在教育，可是儿童发展的这个教育经费，实际上它真的落下去，它是落在学校。那其实并没有真正落在育儿家庭的部分。那我们期望的是，政府应该要重新编列预算的时候，第一个是增加的部分应该放在育儿家庭的支持这件事情上。民团呼吁政府补助爱转转来父母的心上，和补助对囡仔行，卖互细囝变做沉重的家庭负担。记者台中林秀凯台北报道。
明仔载4月初2是社工日，在台北社工工会呢是来公布一份调查，有约8成的社工呢是有过劳的状况。因那这制度的支持率评分呢，煞干那28.62分尔。工会甲立委呢是来呼吁政府，就要检讨这评鉴的制度，减少行政负担，同时嘛就建立全面的心理健康支持资源。拜4是社工日，是肯定社工伫第一线辛苦付出的日子。不过拜3，台北社工工会伫立法院开记者会，提出一份针对台湾社会职业安全心理卫生状况调查。调查显示，有8成社社工拢过劳，甚至超过25%的人伫半年内因为工课因素去看身心科。近8成的社工处于过劳的状态。调查结果有78.18%的社工处于中度以上的过劳，其中近5成属于重度过劳，约等于每2名社工就有1名处于重度过劳的状态。除了过劳的比例较悬，工会调查嘛显示，即卖政策、社会对社工的期待等等的制度支持力评分，干那28分，根本都不及格。立委强调，检讨的制度唔通干那听学者专家的意见，嘛要采纳基层社工的声音。在检讨的这个机制当中，一定要去纳入基层社工的声音，不能是只有坐在办公室的专家学者的意见。这个检讨必须要纳入基层社工的声音。我们的社会可以给我们社工一个合理的期待，跟看见我们多元的角色。因为我们社工像最近啊，很多人就说社工这份工作就是要爱心。老实告诉大家，这份工作是靠我们的专业，不是靠我们的爱心成者的。立委甲工会讲，社工的过劳甲欠缺制度支持力，唔那是个人的问题，嘛会牵连到规个社福体系的稳定。工会甲立委呼吁政府，要检讨即卖的评鉴制度，减少社工的行政负担，嘛要建立最全面的社工心理健康支持资源。记者郭正阳、王志刚台北报道。韩国的电子入境卡呢是甲咱台湾改做是中国台湾，咱外交部要来反制，要准备甲这台湾电子入境表当中的韩国改做是南韩。后来这韩国即马呢是有让步啊，伊要来修改入境的资料。因那林佳龙是表示讲，会予韩国一寡时间去处理。韩国电子入境卡甲咱台湾写做中国台湾，引起风波。外交部进前讲要来反制，讲韩国若无正面回应，自4月开始，咱台湾的电子入国登记表会甲韩国写做是南韩，这互南韩即马赶紧打动对台湾让步，拍算要甲有争议的资格甲台复掉。外交部长林佳龙证实，韩国拍算要来修改电子入境的资料，咱这边嘛会暂时按下。台韩之间的来往特别是民间的交流非常的多那我们也期待双方政府秉持着平等跟相互尊重的原则来积极的促进两国的交流跟合作。台湾最近启用打压的唔那这件代志，瓜白龙3月主办 WTO 世界贸易组织第14届部长会议，嘛打压台湾的地位，互咱这边自2001年出席以来头一摆袂当参加。在野的立委认为，外交部爱较强势表达立场，捍卫国家的尊严。林佳龙回应，嘛是有掌握会议的状况，毋过袂当互打压台湾成做是惯例，未来会有应用的做法。以后要主办这种所谓的部长级会议的国家，在申办的时候就必须对台湾承诺，不能有任何矮化，对我们差别待遇。我们就是在 WTO 里面，我们就是台澎金马关税领域。那即马风声洪都拉斯希望甲台湾复交，立委关心进度，甚至会邀请对台湾较友善。洪都拉斯新任的议长赞布拉诺来台湾访问咧，林佳龙表示，包括洪都拉斯新任的总统阿斯夫拉，佮因迄边真侪民意代表，拢支持甲台湾复交。外交部嘛甲因迄边的政要维持密切的沟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即阵这中东的冲突呢，互关不了是真欠。就连咱国内这塑胶袋啊、甲包材嘛，拢叫无货。民进党立委郑嘉宾伊是指出讲，这台商呢供应咱国内75趴的塑胶粒啊，也毋过顶个月底煞搁关掉一条生产线。即期这台商呢是先减产才来划关价。因为经济部是表示讲，塑胶袋啊无够用，即马已经先协调小北啊百货甲政府5金赶紧来出货。
卖塑胶袋的货架啊，差不多互人扫了了，敢若剩少数几项啊有货。最近中东冲突，市面上的塑胶袋啊，毋是减少供应，就是买袂到。经济部是要安怎应付咧？早起伫立委质询的时，经济部表示已经协调20间生产制造商来调配因的产能，而且小百货、政务5金等通路厂商来协调出货。3天内能不能让市场恢复正常？我们来努力。3天内。我们来努力，3天内可以让市场恢复正常，让整个市场的秩序能够。好，我期待经济部能够拿出魄力出来，哈。那塑胶袋啊欠货，民进党立委郑嘉彬指出，用作医材、食品包装等产品的原料塑胶粒仔嘛欠货，这个欠货甲大塑减产有关系。大塑供应国内75%的塑胶粒仔，去年停一条生产线，今年3月初佫宣布减产5成，3月初10佫起价，要求法务部爱进行调查。我今天呢是要请检调依法调查台塑石化供应链揪出假减产真哄抬市场恐慌的元凶。现在是有货就拿，不管多少价格这时候标的可能是原来的3倍以上了。如果台塑有减产造成中下游原料短缺，导致市面上有这个厂商哄抬囤积，那我们还是会继续持续的了解。但是大塑塑胶粒仔减产佫夜关介绍是毋是调工的？经济部处长何进聪表示，伊了解的是原料依稀欠货，即卖已经协调中油爱增加产量。中油今天它已经启动了4轻的这个裂解厂的一个运作，会增加1.9万吨的这个乙烯的一个供应量。经济部表示，前一天中油已经找台资、台化甲台塑参详，由中油分配产量予这业者。预计下个月当增加产量到3万吨，供应国内需求应该是有够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台美对顶关税协定，目前呢，这美国的进口车是免关税，冲击到咱的国产车，所以即马敢要修订海关进口的规则，也正做是今仔日早起伫立法院公听会关注的焦点。台美对顶关税协议当中，美国制造汽车的关税自17.5%降到0%。虽然民众真期待买车的成本会变低，啊，毋过嘛冲击国产车的产业。毋但在地整车厂，也阁有零组件厂商过去创造4000多亿个产值可能会减少，就连30万多工的就业机会恐惊拢会受到影响。我们整个出口到美国27.5%，那我们怎么跟其他国家竞争啊？零件也可以高达10到31%。是不是出口都造成困难？再来进口要变成零关税，我们汽车产业内外被压迫。政府应该要把政策再归纳为你是制造厂还是组装厂，那给他们不同的条件跟优惠。车辆工业同业工会指出，台湾的汽车产业市场规模无法度搁扩大，加上整车甲零件关税的税率结构长期无合理，煞无检讨调整，无法度降低制造的成本，影响竞争力。呼吁国内爱启动调降国内无产制汽车零件的关税，另外嘛希望降低国外武厂重要零组件的计数，无就算讲30亿的补助款嘛无法度满足中长期的市场变化。因为国内车市的占率已经自2005年86%降到50%，对国内汽车的制造产业造成严重冲击。除了在关税之外，我们其实对于厂商端的这个部分的设计，是不是也能够利用税制的方式在引诱它，然后让我们的汽车产业能够在新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上面取得一个比较好的做法？产业的一个冲击，我想这个要涉及到我们跨部会之间的一个审慎的严厉跟评估。业者认为国内国产车厂若无转型的配套措施，恐惊会致使产能久气，就业流失。万一市场去由进口车来主导，本土品牌竞争力不够，会重创国内市场。呼吁政府除了透过补助、税制嘛爱改革，才会使降低关税对着国产车产业的冲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目前咱国内这刑事审判的庭事呢，受害者甲家属是袂当亲像被告有申请换这法官的权利，甚至嘛无通调这拍官声的录音，也是讲录影等等的资料等等。有这立委呢是提出修法，希望讲司法呢，毋但着爱重视这被告的防御权，嘛爱回应着被害者甲家属对庭事正义的期待。还我被害权益，为被害者发声。2014年，苏督长退休老师命案的威胁，甲准年和食毒驾驶弄死的新北土城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忠兴的老爸，以受害家属的身份和民团立委召开记者会，清楚说明受害者甲家属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欠缺权益的保障。精神鉴定跟心理衡鉴，被告方就
就是杀人犯那一方，居然可以无限制的，只要他不满意结果啊，他就会无限制申请，然后居然采信的刚才讲的这样的一个意愿，提出这个人不排除将来有教化的可能。他没有固定的席位，这是一个非常不尊重被害人的。第二点，被害人不是诉讼当事人，被害人在法庭上的权利等于零。为什么？因为他只有在延迟辩论终结的时候，法官才会询问被害人：你对量刑有什么意见？兵团甲受害者维修指出，司法保障被告的防御权甲人权，但是目前的制度却甲被害人排除在诉讼当事人以外，致使受害人和家属变做帮听的角色。针对这个问题，有立委提案要修刑事诉讼法，让被害人甲家属在法庭有适当的席位，通提到诉讼资料，甲改善代理人制度等等。法官如果偏颇的话，是否能够要求撤换？我想在这个部分就是法官回避权的法官回避的申请权，还有取得诉讼资料的权利，也能够让被害者及被害者家属有多余可以参与的空间。兵团和受害者维修拢表示，希望透过修法，让被害者和被害者家属在诉讼过程，通有实际参与的权利，在咧合理的范围内，通有表达意见，通得到必要的协助甲制度的保障。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行政院经贸办副总谈判代表颜慧欣呢破病过身去，即马所传讲伊在生时有受到这场的霸凌，有可能就是甲总谈判代表杨定年是有牵连。即马杨定年呢，昨是头一届公开来回应，讲一切等待调查。都已经说明了，静待一切调查。行政院经贸办总谈判代表杨定年为加入政府总谈判代表颜慧欣，伊受遭到霸凌了后，这摆对外回应。杨慧欣是我们办公室最重要的人才，也是我们都很难过，而且在他生命之间，我们都有很好的互动。顶礼拜5日总质询请假无来，杨定年31用政府身份列席，挂喙暗大部分时间咧看手机回信息。国民党立委要求伊上台说明的时阵，亦欢迎副院长江启臣在时，政府照规定应提供资料，暗过无需要接受质询。我们已经委由外聘的委员在展开职场相关的一些调查。调查期间，所有谈判办公室的人，他对外的任何讲话都可能成为调查一部分，所以我们是认为，如果能够谨言慎行，而且能够减少在这个地方引起讨论，或许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杜英才透露，家己是伫2月19看到颜慧欣团内辞职会，都是过年期间无第一时间去问会中的内容。后来颜慧欣因为破病治疗，也无机会改面谈。杜英才指出，政府已经邀请4位外聘委员组成调查委员会，希望赶紧完成调查，向各界公布结果。他们在上个礼拜5也开过视讯会议，有排定了后续的相关的期程跟议程，怎么去调查方式、内容等等，已经在展开了。预计什么时候完成？依照我们的规定是2个月内要完成调查，必要时再延长。当然，我希望这个事情及早能够让家属得到了解事实。面对立委要求应该让杨定年暂时调离现职，杜英才无答应。另外，咱推动加入 CPTPP 进度，杜英才表示，虽然咱无法度完全得到12个会员国共识，不过目前已经检讨谈判工作团队增加卡手，希望在对美谈判结束了后全力争取入会。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县府有公告，这渔港优先钓鱼区这试办呢已经有个外月的时间，而且是使用这科技执法，针对一寡伫咧非开放区域钓鱼还是讲乌白蛋本色这行为来开发，所落来是继续来处理这车辆违规停车的代志，也毋过煞引起民众的不满。为了要了解花莲渔港举办优先钓鱼区的情形，县府农业处邀请海巡队、县警局等单位做人去稽查。发现大部分的钓鱼拢伫咧示范区内面钓，也过也是有一寡人伫咧非开放区钓鱼。那我们这边已经针对非开放区的钓鱼的事件10件的违规案件进入这个行政的程序处分中那将罚款3到15万元。对钓鱼的人驾车驶入去码头停，可能影响渔民作业的问题，县府要利用科技执法伫咧处理。钓客拢认为县府开放的优先钓鱼区有问题。
这边就使用大号交法根本就不合规定啊。这边是道路吗？没有船停的地方你不开放，没有放什么渔具的地方你不开放，你偏偏开放这个什么港嘴的地方，渔船每天这样进进出出。官府也希望警方加海巡单位会当协助稽查，因各单位看法不同。县政府这边可以定期派人来这边巡例嘛？因为主管机关还是县政府，人力很缺啊，真的没有办法有人力这样不定期一直来这边巡查，所以我们现在是透过科技执法的方式啊。官府讲，即马违规停车也是以抗道为主，若是有阻碍交通或者是妨害市民的作业才会开单。第5个进程拢是试办期，过来会针对实际情形调整相关规定。记者综合报道。前几日啦，这美国总统川普才讲有开始用的美金要来起一个豪华的宴会厅，也毋过这项计划呢，即马煞互法官下令停工，因为着爱先有国会批准才会当继续进行。也若川普伊本人呢是真不满，讲根本无开着人民的钱，等国会同意实在是无理路。美国总统川普主导的白宫当兵互量改建，刚定去年10月开始。不过，这项计划和国际保护团体国家历史保存信托基金会提出法律、历史、美学等方面的理由反对，佮提出告诉要求停工。30日，一个华府地区的联邦法官批准这项禁令请求，裁定白宫刚定停工。川普对这是真不满。Just ordered you to stop construction of the ballroom. Or are you planning to stop? We didn't ask for any tax money. We have no taxes. This is taxpayer free. We have no taxpayer putting up 10 cents. 川普的理由是，白宫当兵宴会厅的工程款是外界管的，无需要国会批准。伊嘛表示，工程完全有照保护白宫范围内的安全甲防护规定咧行，佮有做防弹玻璃甲防无人机处顶。而到伊伫为佛州海鸥庄园结束假日，倒来华府的空军1号顶，甲随行记者展拄完成的建筑模拟图。It matches and fits the White House. It's also capable of handling the inauguration. We have all bulletproof glass. We have drone-proof roofs, ceilings, everything. Now the military is building a big complex under the ballroom, which has come out recently because of a stupid lawsuit that was filed. 白宫当兵护梁的卡有总统紧急避难用的碉堡，是1942年小罗斯福总统时代还白宫的时起的，有重要的国安意义。白宫嘛，伫1960年互认定是国家历史地标。不过，川普上要义的是当接待外国元首的宴会厅。Many of you have gone to the tent when we have a president of a big country or somebody being honored of great distinction. And they sit in a tent, and if it rains, you get soaked because the grass gets wet here very fast. 除了大型土木改建白宫宴会厅，川普嘛伫美国4届留下总统任期。佛州州长迪松提出拄签一个法案，甲中路坦国际机场改名做川普国际机场，按算7月就要挂牌。上时，川普本人嘛宣布，未来会伫迈阿密市中心起川普的总统图书馆。公司新闻王如梅编译。下晡晡的天气，所以咱继续甲时间交互汤啊。今仔日受到锋面通过甲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北部甲东北部天气变凉，台湾中部以北甲平湖会有短暂阵雨，还是雷公雨，其他的所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